大家好，今日廚師介紹做蓮蓉月餅。兩隻鹹蛋黃，沖洗乾淨，揾一茶羹玫瑰露酒，醃佢15分鐘。15分鐘後，我將個鹹蛋黃擺喺一個容器裏邊，喺焗爐150度，已經係10分鐘之前焗熱咗，而家擺去第4層。焗佢大約7至8分鐘。如果見到個鹹蛋黃提前出油，要攞佢出嚟攤凍。大家火力唔同，請留意。50個 gram 先濾咗嘅低筋麵粉，中間我做一個洞喺度，擺入18個 ml 菜油。30個 gram 轉化糖漿，少許鹽，用個膠板嚟到將佢撈勻一齊，整佢成一個團。做嘅期間唔可以大力搓嘅，會起筋嘅。而家我見佢黐埋一齊成咗一個麵團，攞佢出嚟，擺落一張保鮮紙嗰度。包住佢，擺雪櫃1個鐘頭，等佢靜止休息。大家月餅模係唔同，餡料同埋皮料都有分別嘅。我呢一個膠模，我放入130個 gram 蓮蓉，中間揾個手指對開佢一個窿，擺個鹹蛋黃入去，跟住關埋佢。搓翻成佢一個圓形。我呢個木模需要大約係140個 gram 蓮蓉餡，我又係咁樣中間做一個窿，擺個鹹蛋黃入去，跟住關埋佢，同埋揾張保鮮紙冚住佢一陣間用。一個蛋黃去咗啲雜物，擺入15個 ml 奶撈勻佢。1個鐘頭後，我攞啲皮料出嚟，我攞出大約42個 gram， 搓勻佢，撳一撳扁佢，揾多張保鮮膜冚面，揾支棍叉佢一塊，要大過呢個碟嘅形。攞起張保鮮紙，擺個餡入去，做咗一個形，跟住輕力將佢嚟到推。等佢喺下邊嗰度嚟到埋口。我而家已經轉到佢一個圓形，呢個係封口，我擺喺呢度。嗰個模我已經掃咗麵粉喺裏邊㗎啦。而家將個面個地方擺入去，揾隻手咁嚟到撳扁佢。焗盤擺一張油紙，而家大力按一按佢，跟住揾呢兩邊隻手揸住，攞佢出嚟。做木嗰個，我將佢有少少好似個鵝蛋咁樣，長長地形，擺落個模裏邊。個模我已經係掃咗粉㗎啦，又係咁樣握扁佢。我而家擺咗入去裏邊，喺個木模裏邊。我而家呢一邊拍佢2下，呢一邊又係拍佢2下。見到嗰個皮同埋個模係有少少分開嘅。而家擺隻手喺度。
咁樣攞佢出嚟，擺落又係嗰張油紙上邊。個焗爐180度已經焗熱咗10分鐘，而家個月餅擺入之前，要先噴一噴啲水喺個面嗰度。而家擺入焗爐第4層，焗佢7至8分鐘。而家8分鐘之後，我見嗰啲月餅已經成型，攞佢出嚟。輕力喺個面嗰度搽薄一薄嘅蛋液，再等2分鐘後再搽多佢一次，跟住就放翻落嗰個焗爐裏邊，繼續焗佢10至12分鐘。而家10分鐘後，我見到佢嗰塊面係金黃色嘅，我熄火，等喺熱爐裏邊等2分鐘，跟住攞佢出嚟攤凍。攤凍咗月餅之後，我將佢擺喺一個容器裏邊，下低我放一張油紙，等佢完全攤凍，就揾個蓋冚住佢，喺室溫等2日，月餅回油就可以食㗎啦。保存方法：天氣關係好容易變壞嘅。回咗油之後，將個容器擺喺個雪櫃裏邊，等食之前用微波爐輕力打翻熱個月餅，大概可以保存1個星期。蓮蓉月餅已經做好咗啦，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！多謝收睇，希望你鍾意食，下次再見啦〜